呢份海報主要係介紹咗孝文帝嘅漢化改革政策。呢份海報嘅設計理念係用一頁簡單嘅海報介紹3個當時嘅呢個漢化改革政策，例如禁胡服、說漢語、進行均田制、3場制、租籌制3大重要制度。首先禁胡服，當時孝文帝嚴格禁止朝野上下穿着傳統嘅鮮卑胡族紮袖服飾，全面廢除咗鮮卑舊有嘅衣着風俗，強制全體鮮卑貴族同埋文官改着中原漢族傳統嘅寬袍大袖嘅禮服同埋日常服飾，從外喺服飾上面去除胡族特徵，徹底強行漢化禮制規範。然後係說漢語，當時朝廷明令禁止喺朝堂、官署同埋公共場合使用鮮卑語言，正式將漢語變成國家嘅官方標準語言，視漢語為天下正音，作為理政、教學、交際嘅唯一通用語。並且規定30歲以下嘅在職官員平日上朝工作、辦公、往來交際一律都要使用漢語，唔可以再講鮮卑語。如果有犯規私自使用胡語嘅人，一律予以降職、免官等處分，以嚴格嘅政令強迫年輕貴族同埋官員全面學習使用漢語。最後係推行均田制、3場制、租籌制3大重要制度。呢3個重要制度呢，主要係講透過呢個人口分配田地、整頓地方嘅基層組織、規範賦稅徭役標準、有效安定農業生產嘅秩序、安置流民，同時穩固國家財政稅收，強化朝廷對地方嘅管控能力。再精簡啲、簡單啲咁樣總結一下，就係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漢化改革，禁止胡服、胡語，規定官民改用漢服、漢語，仿魏晉建立官制，實行均田制、3場制、租籌制，並專孔純儒，興辦學校，修禮定律，促進胡漢民族融合，穩固北方政權。